華明報530新聞直播。截至本年第三季，喺大溫哥華已經完工但未售出嘅柏文同埋城鎮屋數量持續上升，因此部分發展商見到勢色唔對，就決定出招轉型絕處求生。除咗腰斬項目之外，另外就將部分新樓盤轉為出租用途。地產業界人士班納斯特表示，大溫歷史上大多數推出嘅柏文項目，最終幾乎肯定可以完工，但係目前已經風光不再。截至第三季，大溫共有3745個未售出嘅柏文同埋城鎮屋，數字暫時係本年最高。另外，第三季喺區內已推出、興建中同埋已完工嘅柏文總數量，較頭兩季有所下降，只有近15000戶，但呢個數字仍然係過去10年平均水平嘅2倍。班納斯特表示，外界對於大溫柏文過剩情況嘅關注倍增，呢個情況亦都導致更多原本炒樓花嘅投資者將資金轉移到其他投資。佢又話，雖然目前發展商更集中興建細單位嚟提高投資回報率，但係咁樣做對新單位滯銷嘅情況並冇改善。班納斯特指出，對於有意入市嘅新柏文買家嚟講，目前市場上嘅選擇相對地多，但係呢個情況喺3至5年內可能會有改變。因為目前有好多樓盤項目都已經暫停，意味住喺未來，例如2028年打後嘅新柏文供應將會減少。至於對於而家放緊或者係想放盤嘅買家嚟講，班納斯特就話，市場嘅需求同埋價格可能仲要等多一段時間，至會恢復到2021到22年初嘅水平。而家業主要成功銷售單位，就必須要定出一個可以吸引買家嘅價格。2年前嘅溫哥華點亮華埠節發生一宗嚴重嘅3重襲擊案，3個人被人用刀捅傷。66歲犯人唐納利今朝早喺卑斯最高法院接受判刑。法官高塔迪宣判，被控嚴重襲擊罪嘅被告因為精神障礙而唔需要為罪行負刑責。法官補充，法庭唔會因為有人患病而將佢定罪。審訊期間，法庭嘅證詞指出，犯人喺行兇之前曾經祈禱求神唔好俾佢有執行刺殺行動嘅指引，但係佢認為禱告未獲回應，因此繼續犯案。法官認為咁樣代表唐納利缺乏理性選擇犯罪嘅能力，因為精神疾病令到佢冇辦法知道自己嘅行為喺道德上係錯誤嘅。根據法庭文件，唐納利喺案發當日獲得卑斯法醫精神病院批准，可以喺無人陪同嘅情況下外出。佢被診斷患有思覺失調症。出庭作證嘅精神科醫生表示，唐納利最新嘅診斷係患上躁狂型思覺情感障礙，其表露出現嘅行為就屬於宗教妄想。喺呢宗案件之前，唐納利曾經喺2006年刺死自己嘅女，同埋喺2017年用牛油刀攻擊另一名精神病患者。兩宗案件均被裁定冇刑事責任。呢次華埠襲擊引發公眾憤怒同埋全國關注。當時卑斯省長尹大衛曾經表示，佢得知唐納利案發當日係被獲准外出嘅時候，感到極度憤怒。案件而家已經交由卑斯審查委員會處理，該機構專負責處理被判冇刑事責任人士，並將於90日內作出裁定。唐納利嘅代表律師表示，因為精神障礙而被判冇刑事責任，並唔代表佢嘅當事人好快就能夠重獲自由，而事實上唐納利可能會被無限期關押喺醫院。但係該名律師表示，佢唔認為審查委員會當日允許唐納利喺無人陪同嘅情況下外出呢一個決定係錯誤，因為根據當時掌握嘅證據同埋記錄，律師認為俾佢無人陪同外出呢個做法係完全合適。最近有冇發覺響嘈雜環境較難聽到人哋講嘢，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甚至有耳鳴嘅情況？如果有，快啲揾永明聽力嘅專家鄺永明小姐啦！佢有多年助聽器驗配同舒緩耳鳴經驗，創新隱形 AI 智能助聽器，有超強減雜音功能，響嘈雜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人哋講嘢。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啦！半年前溫哥華造成11人死亡、幾十人受傷嘅菲律賓拉普日慘案，其中一名傷者提出集體訴訟，控告溫哥華市政府、溫哥華沿岸衛生局同埋案中嘅被告，要求賠償。呢一次嘅原告人係林德 John Lin， 根據法庭文件，佢同家人一齊參加拉普日活動，喺事件入邊受重傷，包括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肋骨骨折、脾臟破裂。訴訟指溫哥華市政府同埋溫哥華警察局本應該合理預見現場會被非法闖入，
而預計活動參與人數同範圍大增，但溫哥華警察局同埋任何其他警力都冇安排專門嘅警力喺活動現場巡邏，當時只係用木製路障嚟阻擋車輛。訴訟又指溫哥華沿岸衛生局允許被告由精神病院長期休假外出，林德今次係為自己同埋所有遭受人身傷害同埋收入損失，有權獲得法定賠償，必須支付未來護理費用同埋自付醫療費用嘅人尋求賠償。30歲被告姓名譯音羅凱吉已經被起訴11項二級謀殺罪同埋31項企圖謀殺罪。案發喺4月26日，羅凱吉涉嫌駕駛 SUV 喺南灣菲律賓慶典現場衝撞人群，造成11人死亡，超過20人受傷。卑斯法官上個月裁定羅凱吉身體狀況良好，可以接受審判，但係審判日期尚未確定。提出嘅集體訴訟仲未獲得卑斯最高法院批准，所有嘅指控均未喺法庭上得到證實。得聽力越嚟越差，同人溝通有困難嘅時候，有冇諗過一對配得好嘅助聽器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嘅樂趣？嚟 Lansdowne Centre 嘅卓能聽力中心揾經驗豐富嘅李志廉博士傾下，佢唔單止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更可以為你配翻一對合適嘅助聽器。而家嘅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仲有機會攞埋一個高清電視盒，優惠期有限，快啲打個電話俾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啦！加拿大航空 Air Canada 表示，公司經過全面檢討後作出艱難決定，削減部分非工會嘅管理層職位，涉及約400人，約佔員工總數1%。公司話呢一次裁員唔會影響日常營運。交行傳訊副總裁亨內貝爾發出嘅聲明話，作為一家全球公司，交行會定期審查佢哋嘅資源同埋流程，以確保優化，從而高效率支持客戶同埋業務營運。經全面檢討後作出裁減管理職位嘅艱難決定。亨內貝爾未有回應有關職位係咪會透過自然流失，抑或誤補空缺嚟當作削減人手，僅強調有關裁員唔會對日常運作造成影響。交行預定喺下個月5號公布第三季業績。公司早前初步估計第三季載客量較去年同期跌約2%，主要受之前空服人員罷工行動影響，估計相關行動令公司運營收入損失約3.75億。重陽節緬懷先祖，慎終追遠，提前規劃，延續關愛與回憶。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及寶儀紀念園重陽優惠，預售福地，提供一站式全面嘅客戶服務，預售折扣高達18%，同60個月免息分期。你嘅意願同挑選，得到最適合嘅安排，呢個先至係最緊要。查詢或預約604-328-6079。萬聖節小朋友逐間屋拍門攞糖，唔俾糖就搗蛋，係萬聖節晚上小朋友十分開心嘅活動。今年攞糖嘅小朋友會發覺攞到嘅朱古力縮水，裏面糖果份量亦都少咗。原因又同氣候變化有關，因為氣候原因製造朱古力嘅可可豆失收，價錢暴漲，商人需要將貨就價。萬聖節糖果以前一條朱古力可能變成一小片，一包朱古力豆裏面可能只剩3幾粒，小朋友可能有啲失望，但係製造商需要控制成本，唔能夠加價太多，所以糖果裏面嘅朱古力成分減少，可能添加替代品。過去2年，由於西非洲惡劣嘅天氣同埋農作物病害，可可價格上漲咗1倍多，而西非洲係供應全球70% 以上嘅可可。國際可可組織嘅數據，周三北美每噸可可嘅基準價格為6207美元，比去年12月近1.2萬美元嘅高峰有所下降，但係仍然比2年前高60%。喺加價前嘅10幾年，價格一直穩定喺2500美元左右。市場推廣公司話，製造商無法承受咁高嘅價格波動，改變策略跡象明顯。例如一家大型糖果公司今年秋天推出南瓜香料 latte 口味嘅朱古力，喺推出萬聖節主題朱古力，用 vanilla 奶油代替一半嘅朱古力奶油，減少朱古力成分，從而減低成本。
哈佛大學氣候科學家奧爾布賴特表示，氣候變遷引發嘅西非洲暴雨影響可可產量，帶嚟破壞性威脅。其他非氣候因素，例如化肥成本上漲，亦都令可可供應雪上加霜。加拿大統計局嘅報告表示，9月糖果產品價格上漲 9.2%， 而上個月增幅為 5.8%。糖果公司即使冇加價，可能會將份量減少，彌補成本上漲。申請 iTalk BB Prime App 就可以擁有加拿大同香港2個號碼，全球都可以接聽加拿大同香港嘅來電、短信同驗證碼，免費轉台或者拎個全新號碼，月費只係需要4個半起，仲送10K 旅遊數據卡添，立即申請啦！大家記得訂閱、讚好、留言同埋分享條片嚟支持溫哥華明報530嘅新聞報導。至於更多全國、東岸同埋香港新聞，可以點擊右上角嘅資訊卡收睇多倫多明報530。今日嘅新聞喺呢一度結束，多謝收睇，再會。